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谢谢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在这一集的单集呢，录音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累的，我觉得蛮累的，而且录的有点赶哦。对，好，因为在上礼拜还有上上礼拜连续2个礼拜的时间，其实我都在在剧场当中度过，然后连续待了2个礼拜的剧场时间，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刺激度的，然后很有挑战的因为这个当中要挑战我很多的身心状态啊。虽然在那之前我做过音乐剧，做过再会吧北投，然后去年也跟金枝合作了再会啦心所爱人这一部舞台剧，但是基本上我都是担任配乐的工作，或者是乐手的工作，领班的工作。那这一次呢，担任的是演员的工作，那个整个身心的被刺激，然后被挑战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样子。那首先我记住所有的台词，当然是最基本的然后记住什么时候要讲什么台词，这个也都是最基本的。还有跟演员的话之间，演员和演员之间不可以重复，甚至于我要背下他们正在做什么。还有就是我走位的时候要记住他们动作给我的资讯，这都是一个很让人觉得很大的挑战啊。那我先天全盲看不见，所以有一些视觉的事情呢，对我来说，它变成是一个要强记的一个记忆的资讯，而不是比如说各位，如果你看到了，你就可以做一些直觉的反应。那我不是我就是要不是看到，而是记住，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给我声音的暗示，然后我要听到那个声音的位置来决定我的走位等一下慢慢跟你说。在这一集的单集当中呢，我要为你介绍4首歌。那这4首歌呢，延续着之前我曾经有另外一个不久前的几个礼拜，我的单集介绍了几首女生唱的台语歌，然后都不是主打歌，甚至于应该说就是不太被注意到的歌曲那我今天挑了4首，然后呢这4首呢我们这一集就不透过 KKBOX 来播放。好，为什么呢？几个原因，一个是有几首歌有1-2首歌在 KKBOX 上面的声音档案啊，不只是 KKBOX， 我发现在其他的串流平台奇怪，它声音档案是很有问题的，就是听起来是很诡异的，很糟的然后很像是那个音轨已经坏掉压缩的声音。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当然不知道然后为什么会这样也放上去，我也不知道，那不重要那还有1首歌呢，是因为 KKBOX 上面没有那因为我们只能透过 KKBOX 来插播嘛，那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偷偷挑战了一下，也不是挑战啦，因为我就一方面是我最近真的很忙，然后我准备好的东西居然 KKBOX 上面没有，然后一方面是我也很喜欢这些歌，我想要介绍给大家，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很像听广播一样，有歌有音有说话有歌一气呵成这样子好，那不要见怪啦。其实那个版权这一件事情啊很麻烦，因为呢Podcast 啊它有很多平台，那版权公司呢，其实我也曾经试图去问版权业的朋友说那广播啊，你们就可以让大家使用音乐，那 KKBOX 不是 KKBOX 啊，那这个Podcast 节目呢，你们不打算处理这一块吗？就是说当然想处理，可是太复杂了，因为 Podcast 要签约的是个人或平台，然后平台又很多个所以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还没有开始处理版权的事情这样子。好，
OK， 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这一首歌是苏芮的歌曲。那苏芮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了《灰那里基》这一张专辑。事实上，《灰那里基》这张专辑呢，如果硬要说我可以花一集的时间来一整个介绍这一张专辑，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苏芮这一张《灰那里基》的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这张专辑呢，翻唱了很多老台语歌，然后呢，第一都翻唱得很好，而且很独特，有走出属于苏芮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第二呢，这一张专辑的 CP 值真的很高，它每一首歌的编曲都有够好听，是有够好听哦，而且工业水平都超高。这就说到第三，它的混音录音真的都有够好听，而且超有画面感的。他的制作人呢是我很重要的长辈啊，也是老师啊，我嘛跟他叫跟他爸爸同款哈。他是蔡振南蓝狗制作的这一张专辑 ，CP 值超高的专辑。然后呢，他的执行制作还有许多的编曲呢，也是我的老师叫江孝文他是我的编曲老师，也带我入行，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早期被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推手，这两位一起打造的那我为什么特别要强调执行制作？因为其实呢，制作人有时候很忙那真正实际在操刀，实际在前线打仗会是执行制作，所以我一定要特别提一下。那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呢，这一首歌是一首超级感人的情歌，弃料搁在一起，试了又再试，然后。我要说，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偏好，很喜欢这种旋律，还有这首歌啊，慢得很到位。你觉得形容词很妙情歌大概就是会比较偏慢，然后那这首歌是慢中之慢，它速度真的很慢。那意思就是说，很吃歌手的中气，还有吃歌手的在。旋律音韵上的掌控和转折，因为情歌如果放得越慢的话，对于唱歌的人来说就越难唱。还有，如果你有办法戴着耳机的话，你会听到很多声音都很清楚、很分明，甚至于那个空间啊，超级有画面感的。然后苏芮把这首歌诠释的让人真的是伤心啊，然后真的是很有感觉啊。好，弃料搁在一起，我好你听这首歌。千
过千言万语。我爱你，爱甲醉生梦死，不知情，爱甲强强袂毁灭自己。抱着希望，等你亲嘴对我来表示，你敢知我是安尼需要你予我爱的勇气，我爱你。超过千山万水，我爱你，胜过千言万语。我爱你，爱甲醉生梦死，不知情，爱甲强强袂毁灭自己。我爱你。超过千山万水，我爱你，胜过千言万语。我爱你，爱甲醉生梦死，不知情，爱甲强强袂毁灭自己。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很感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弃掉搁在一起》。我今天在做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很有早些年我在电台做深夜节目的 feel 哦。对，其实我这一集节目还蛮适合晚上的。如果你是早上听到这些歌，不要太伤心啦吼，不要就很有 feel 的听就好了。那我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讲到我在做音乐剧这件事情，做那个今年金枝演社的这个大戏西来安这件事情那我先说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必须要从艺幕里面自己走出来，然后走到定位点上，就是走到我要坐的椅子上。那条路啊，并不算太长，可是我需要经过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要不要挡到灯光，我要在对的时候走到那里准备，而不能是挡到灯光。因为那个有时候我人影一闪也很煞风景。好，我就曾经有一场是人影一闪挡到了灯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要计算好。当后台 Q 我说走的时候，快速的走到那里，然后不能太慢，没时间让我在这边摸啦。第三个就是走到的时候不能撞到椅子，不能撞到，因为空一声，因为我脚上穿着木屐。那你知道穿着木屐如果你轻轻脚去踢到椅子，空也是其实在剧场内的那是做大声的。那再来呢，于是在我出场的走出艺幕的那一刻呢，我的左脚会踩到一根竹筷子，那个竹筷子就是我的定位点。然后呢，我的右脚顺着竹筷子踩过去，会有一条线，那一条线呢会带着我，地上有一条就是贴好的线，然后会带着我顺着椅子转弯，然后到了椅子的右方，让我可以轻轻碰到椅子，然后赶快坐下来，
然后坐下来呢，乐琴赶快拿起来，因为我要边弹乐琴，然后在灯亮的情况下，或灯正要亮的情况下，就开始演唱，或者坐下来，然后记得不要乱动，要等着我该唱的时候。那有时候是演员还在演戏。好，我讲一个有趣的好玩的事情，就是你们会习惯坐下来，然后你就把眼睛的视线飘向正在发生事情的那个地方。好，这个是你的理所当然。我不是哦，除非有人跟我说话，我就会把脸转向那边，或者我在我要互动什么事情，我才会脸转向那边，不然我用耳朵听就好了。所以我会可能就会不小心的慢一步把脸转过去。为什么？因为我耳朵就听到我背后啊，或者我侧边演员正在演什么，可是我的角色必须转过去，所以我就必须要记得我刚刚讲的，我要背下来，我要提醒自己我要做什么动作，我要记得就把脸转向那一边。好，那在全黑的环境里面呢，翼幕后面是很黑的环境，走出去呢，对我来讲反而没有那么困难啦，因为黑不黑我就没有差嘛。是结束的时候，每一幕结束，我到底什么时候要走下来？因为我是自己站起来要走回去的齁。这件事情我要背下来。比如说有一幕就是我听到后面的脚步声开始动了，我就开始动。好，那原本我就记住说，上半场结束齁，在某一个旋律结束的时候，灯就会暗。就呢，后来改在另外一个点上，于是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我比别人早撤场，就是观众会看到我已经站起来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这都是一个很难得，最难得就是如何沟通，跟剧团跟团队沟通，知道说他们可以用什么语言来跟我对话，我可以用什么语言了解他们的问题，然后互相找出一个方法，而创造一个有共同的空间来让整个演绎是好看的，然后让我也心安，让我很安全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这等一下再跟你讲。好，接下来要听这一首歌呢，也是你可能没有听过。好，黄靖雅，我们之前在访问她，靖雅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有几首歌，其中一首歌叫做《看鬼牛》。那这是2000年黄靖雅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看鬼牛》个人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其实这首歌我在认识靖雅的初期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过，因为这是她更早的时候就写下来的歌。青鸭几类郎，然后这个编曲有用古典音乐的味道，从钢琴开始，然后有一种类德布西的感觉，印象派的感觉，用古典音乐的 feel 开场，然后唱出了青鸭几类郎的这种一种肃穆，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想
一命一个人，看着无月天色。一命一个人，唱着无调的歌曲。凉风吹起，满天乱飞树叶。凉风吹起，阮的伤心甲苦情。一命一个人，看着无月天色。一命一个人，唱着无调的歌曲。凉风吹起，满天乱飞树叶。凉风吹起，阮的伤心甲苦情。有没有觉得这个亲命一个人的钢琴跟大提琴啊，都非常非常的感人？真的是会让人有一种很秋天嘛，还是很冬天的感觉呢？我感觉啦，我感觉静雅的声，然后搭配钢琴跟大提琴的声合起来的时阵啊，静雅那个声音还有一种伫就遥远的所在。介成按天边传过来，又搁到介成按咱的内心深处传过来的这种声音，跟这个空间感，然后跟音乐搭起来，我有这种真特别的感觉吼。我拄则讲到这个 NC 来暗这出戏，因为他演的是一个日治时代1915年台湾的一个很大的民变，虽然他最后结束了，失败了然后然后甚至于这里面有一些争议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争议啊，来自于一件很有趣的事，比如我们在我有在网络上啊，就有人讲说，那个于清芳啊、于千峰啊，他明明就是个神棍，有什么好讲的？然后也有人台派的人会觉得，伊就是那个国民党捧出来的英雄啊，我们小时候被国民党骗，长大还被剧团骗，被你们这些国民党养出来的剧团骗。听起来我在脸书上有很多人在吵架，就吵这个。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群人就是比较统派的有人就写说，以前都会骂日本人说是细卡，就是那个细卡边他讲就是像狗啦你那个是日治时代，因为你对日本人的仇视嘛服务日本人的讲叫萨卡，比日本人少一只脚啊，你叫萨卡。那网络上也有一些很激进的言论，就是说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一部戏是在标榜这个
抗日，然后那台湾人的精神，台湾人怎么样啊？有一些就比较统派的，比较激进，他就看得不爽了，他就说这些三角的后裔啊，到了228被屠杀刚刚好而已，就是说你们这些对日本人，因为台湾人对日本人的观感其实相对比国民党好很多。有真侪迄个老台湾人对日本人的观感，其实对比国民党较好，这是一个事实啊，就是虽然可能你会想哈是这样吗？啊有怎样？甚至于年轻朋友会觉得，但你哪讲到国民党就这样有一个很遥远的历史的脉络，也不遥远，也就这60-7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好，那所以就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论战。那我自己在里面担任的这个角色是一个说书人，还有一个魔幻写实，就一下在现实里，一下又在非现实当中。那我有一场戏就是要挑战从右舞台走到左舞台，就观众的右舞台一路走到左舞台，然后边走沿着我们在场子上设好的一个像导盲砖一样，其实不是导盲砖，就是一条线啊，然后走到对面，然后边走边唱歌，然后某一句就一定要走到哪里，某一句要走到哪里，然后最后要沿着那条线走进异幕里。那我沿途上呢，就有演员在演戏，在打斗或者做慢动作。好，这场戏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挑战。首先呢，我踩着木屐在地上走路，所以我要很精准的，一定要踩到那条线。木屐很高嘛，然后要踩那一条线就很不容易，而且我手杖，我有拿一支竹杖，那是我的角色的一个器具，要有一种探索感，所以我还不能走得太快。走得太快呢，就觉得显得这个人身手矫健，因为那一段是唱一首很苍凉的歌，所以我要走得够慢，但是还要走得很精确，在每一句话的时候我必须到哪里。好，所以光是练这个东西练得非常的久，而且在心里要一直建构自己的心理地图，然后还要记得要唱出那个感觉来，然后除了要听演员的位置，比如说导演会常提醒我，你有没有提醒我说你有没有瞧过下这样，瞧过上面手什么人这样，或者说你不要走太慢，我们会追上你之类的。这个对一个因为我看不见，我要打开这个整个视野，身体的感官来认识感受剧场实际的环境，跟我们在排练场这件事情是落差很大的，所以我说这个挑战对我来讲很有意义。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了彼此语言，所以跟剧场的沟通呢，可以创造出友善的环境，对的环境，让我可以在安全而且有信任度、心里感到踏实的环境里面，然后自由的挥洒，这个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剧团愿意这样做也很不简单。那当然，因为我自己跟金枝的导演王荣玉二哥，还有编剧尤慧芬姐，我们也很熟，也因为这个熟识和信任度，所以导致我们可以有这些沟通语言，可以创造出这些事。还有演员们也蛮多人跟我很熟识，我们就互相想办法去创造这个定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会刺激我很多创作思考的一次好经验。好，那我要再为你介绍下一首歌，这条歌是曾心梅。曾心梅在最近1年多的活动量又慢慢变又很大了，我在脸书上看到她活动量蛮大的，然后到处主持演出这样子，很开心。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跟她其实还蛮有互动，蛮熟的，是后来各种原因我们就失联了这样子。我要听的这首歌是她2000年的时候有一张专辑叫做《把天照大》，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名称取得非常好，把天照大，因为真的是把天照大。我觉得取这个名称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企图心。事实上，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呢，也充满了企图心。首先呢，它脱离了以前大家对它的熟悉感，比如说天公听公人，相信天公一定听公人，这是它的知名歌曲。还有
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明知你对阮无情爱，明知你对阮是真亏待。好的，这样子的歌，然后呢，他开始创造一些新的真心美可以挑战的歌，包含那种很超级 blues 的，很那种摇滚式的 blues， 还有那种 bossa nova 的哦。然后呢，整张专辑都用 full band 哦。全部都 live 的 full band， 我觉得这跟他当时正在 pub 驻唱可能有关系。他有几年的时间都在这个现在已经停止营业的主妇之店在那边唱歌。那我那时候每个礼拜会去帮柯以明1天，所以我都会遇到他这样子。那他当中有一首歌叫《小花》，小花有2个版本小花其中一个版本是纯钢琴的。好。一个歌手要唱最简单的乐器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需要经历一些挑战。我不晓得你听这首歌就是纯钢琴的版本，叫做《小花》小花。这个歌名好了无够台语嘿，敢若无够台语。好，卖俩包，咱来听这条歌。伴阮来度过一阵过一阵的风势，阮只是一粒风中的小花，竟然有你来疼惜，思思念念予阮的一切，阮会永远藏在心肝底。昨暝做阵看夜景，柳枝划过开阔的天边，你讲有梦会予人随，叫阮较紧落下心意，一定会当实现自己。阮像一粒风中的小花，深深被你的双手鼓励，日日夜夜伴阮来度过，一阵过一阵的风势，阮只是一粒风中的小花，竟然有你来疼惜，思思念念予阮的一切，阮会永远藏在心
寒底。这首歌是真心美的迄个小花吼，因为那种台语念做唔咩小花、细蕊花，怪怪，所以就直接念伊叫小花。好，你若是有挂耳机啊，你会听到迄个钢琴吼，伫打踏板的声，还有空气回送的声音，安尼，踏板的换，所以你拢会当知影伊什么时阵伫换踏板。啊，个微微的会当听到伊迄个手指镜头啊伫叮当的声音吼。伫这集的节目当中呢，我都要按剧场的来，所以呢，也跟你分享一些我在剧场里面的事情吼。包含我刚跟你分享到的，我沿着这个边线上面做的这个线开始往前走路吼。那还有就是在翼幕后面很窄，有时候。同一个翼幕，很多人要进出，所以我也会大家都会保护我一下，因为跟我同时要进出的人很多，这样哦。然后一路下来就是平安哦，就是觉得很圆满，然后很安全，很好挥洒，就这么说吧，嘿，很好挥洒。好，这个经验。到底会当发生什么代志，我嘛不知影，不过我知道，对我来讲是一个打开的过程，包含我其实很不认识肢体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模仿，我没有模仿的对象，所以我点了不知道那个身躯被冲啥。后来呢，最后一个礼拜，我就跟导演说，我现在开始呢，反正我都已经丢本了嘛，我现在开始我就乱做我的肢体，对的你就告诉我留下来，不对的你就告诉我莫按呢这样子哦。因为我慢慢也发现，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对我的身体跟环境之间产生关联，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认知，更清楚的感受得到和理解哦。这有点难形容，我嘛无啥样讲。当然，各位你更难想象，因为你也想讲对身体和环境之间没有办法理解，自己没有办法掌握。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模仿的对象，你可能很难想象，因为你就是做细汉，你都用看，你就是怎样讲看到他就要微笑啊，或者怎样啊吼，那这对来讲就困难了啊！我知道，你就想象说，没有人教过你，你没有模仿的对象，说叫你唱歌要学张惠妹，你也不会啊，安尼吼，叫你讲你要唱管音乐，讲我唱不起你。我讲袂，你一定唱会起你。你要相信你身体一定有能力把你带去那里。对你来讲，这是一个空话，除非带你走一遍，对吧？安尼是不是可以理解？好，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听我漫谈，听我闲聊啊。同时呢，我也延续之前介绍的几首。我觉得比较没有人注意到，但是我觉得好听的台语歌，女生系列哈，今天赶快是女生系列，嘛介绍几首歌，但是在最后啊，我加介绍一首真心美的歌。为什么这首歌我要介绍？是因为在伊的《甲天照大》这张专辑内底哈，还有一首歌叫做《街仔路散步》哦。然后我觉得他很大胆的原因，是因为一般像新美他们这样子美声歌手啊，唱歌很美声嘛，很好听嘛，要把自己声音弄得哑哑的、压扁、难听他可能不会很习惯，也不一定很愿意接受。但在这一张《甲天照大》，他挑战了很多事情这首带你听的巴萨诺瓦《甲天照大》，他前面就会把自己弄得很慵懒，然后声音变得很像在讲话那种粗粗的，不是你平常听到那种很柔美的真心美，很音色很好的真心美的声音，而是那种蓝喏唰唰一下，然后后面才开始又回到了好听的真心美。好，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好，然后编曲也编得没话讲。那我们在这一首歌当中跟大家说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欢迎你到我的粉丝页来留言。我每一集节目都会在我的粉专上面留下一则贴文，你可以给我一些回馈，你给我一些想法，你要私讯给我也可以。那另外呢，邀请你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子也帮我在你的收听平台按评分5颗星。好哦，感谢你听我欧贝拉。好，咱下一集节目要来访问的是康康。前几个月伊才出现尔，最近又搁因为一件代志，所以呢，作为朋友一定要替 ON 给宣传这个什么代志。隔几天这个礼拜5的节目再跟你分享哦吼。街仔路散步，真心美的歌，多谢大家，再会。心情真正无奈，爱你的心为何是无解？要安怎来行这条爱情的路，才袂来行到倒头栽？你的心真正无奈，明明爱我，为何无讲出来？要安怎来看这条爱情的路，才袂来看到倒头栽？阮只是踮在街仔路散步，想要甲对你的情放好。每一个人经过脚步，放会当分担阮的伤，也不知街仔路的散步，放会知有你爱我的路。每一个人经过脚步，拢是祝福。心情真正无奈啊，爱你的心为何是无解？要安怎来行这条爱情的路，才袂来行到倒头栽？你的心真正无奈啊，明明爱我，为何无讲出来？要安怎来看这条爱情的路，才袂来看到倒头栽？阮只是踮在街仔路散步，想要甲对你的情放好。每一个人经过脚步，放会当分担阮的伤，也不知街仔路的散步，放会知有你爱我的路。每一个人经过脚步，拢是祝福。阮只是踮在街仔路散步，想要甲对你的情放好。每一个人经过脚步，放会当分担